从今以后，我是希丽丽，欢迎下晝2點聽到客家新新聞，向下來關心疫情的最新動態。今邊呢，針對亞行政院來宣布講，要擴大紓困對象。嘅今邊呢，就係亞嘅針對農漁民來做的申請紓困1萬元嘅亞嘅申請呢，係今邊開始。古早今邊各地亞5費來嘅當年，比如講我按出來看到，今邊搶頭高雄係個園林鴉片。大做意思，也頭前就有民眾排列咧排到長長，大家動到緊，希望講夾夾拿到亞條紓困金，作為同省法來聽解決當道問題。比如講全台灣有按島5費，對北東南，比如講呢有高雄區5費，小港、新泰港，另外還有桃園遠安5港鴉片呢，都有當道嘅漁民朋友，今日大家就佔到亞嘅5費，希望做得夾夾來申請到亞條紓困津貼。帶你睇個新聞樣片來關心來。漁會行政人員打造系統門口，替大家量體溫，沒有說明。有民眾為咗認文件，打造是來回走300。排第3次了，為什麼？為什麼排第3次？因為我不知道有意義，我覺得很麻煩。全台農漁民1萬口嘅紓困方案是不是開始？有農保新粉韓國頭農會有附條，支付7隻8款。漁民要有5業勞動證明。韓國200公司年土年收無到50萬，韓國有5費廢減資格嚟條限制，有23萬嘅漁民要去5費來判。109年3月31號以前是我們的會員，而且現在會員也持續中，就是申請1萬塊。太麻煩，政府要有大家有攏有點哦，手動發落來就好。創完你算下時，正人下時，現在只頭路嘛做下時啊。漁民係無公平，因為農漁民另外欠款7隻8款。韓國對紓困方案開始以來，衝控是進度。高雄市長黃國義教訓，未批評中央，因為紓困專案引起民眾反彈，應該檢討。民眾的情緒非常不安，甚至情緒非常的不爽，感覺到民眾會覺得是不是被刁難，會不會有大小眼？為什麼申請起來困難重重？紓困方案而呢片又係遭到排富，解決民眾嘅問題，考驗中央決策同地方第線人員嘅合同力。記者綜合報道。有漁民朋友就問講，有冇同農民共用7隻同亞條紓困嘅1萬元7隻辦業亞大家嘅政府地度咯？因為呢農民嘅亞條紓困1萬元嘅津貼係會拖亞長年嘅15個月準時嘅非業也嘅農民朋友加條嘅政府地度，唔過漁民呢是行外來申請按島物嘅文件，經過亞條申請嘅手續，韓國呢愛寫表格。家下面看到嘅當道嘅漁民朋友，大家就係因為愛準備資料，故所就開始排列嘅每人，大家呢知道講亞隻程序流程實在當麻煩，故所也擺一般大家就講嘅萬年之亂。係亞嘅大家因為紓困而申請1萬元，才引起按島物嘅爭議。地方向大家鴉片情形有係樣嘅，帶鄉親朋友來去屏東客家種鴉片，向下來了解。70歲了，70歲沒有了，70歲沒有了。為了要搶1萬元嘅紓困補助，許多資格唔合嘅民眾也來到廠子向公所了解審判嘅內容。公所為了減少民眾等待嘅時間，結合3個也係4個存備單位，亦向3個3個服務嘅窗口，以分組分流達到快速處理嘅目的。第一個是在2樓春安市那邊，還有一個會議室，還有1樓的大廳，總共有3個地方來做分流。包括說引導組啊、分流、受理、審核、核銷的，還有一個監控的一個位置。向都嘅一共有16個村嘅廠子鄉，公所將100萬元紓困嘅申請作業，經過分組分流嘅研討，佢嘅服務嘅品質也受到民眾嘅讚賞。安尼公所工作人員呢，先上網咧搞下嚟用一下，非常安置些。這幾天長治鄉公所所有的長官們都非常的忙碌，而且非常為我們鄉民在着想。自行政院推出萬元紓困方案以來，長治鄉公所已經處理將近200件嘅紓困申請，審判人員經加台無限後續嘅審查，希望本紓困嘅對象關鍵兩到政府嘅補助。客家新聞陳文連屏東報道。
也下疫情中心爱出来开记者会的，清晰了解近期并无新增加确诊，来看啊。请指挥官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好，那我们这一天来的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案例，哈，今天没有新增案例，我们已经连续第4天，哈，都没有新增的案例，也是第29天，哈，没有新增的本土案例。那累计到今天有368人解隔离，那不过很不幸的哈，有一位确诊的患者哈，那死亡哈，那等一下那个情况可以请那个张教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另外前2天大家关心的哈，在武汉可以自行返台哈，情况这2天到底回来多少人？自从我们开放武汉跟湖北可以自行返台，那集中检疫的人数哈，5月9号那一天有1位返台。那昨天5月10号的部分有11位返台。那我们原则上是这样，从桃园机场入境的，我们会安排在北部的集中检疫所。那如果从小港机场入境的，我们会安排在南部的检疫所。那现在目前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安排入住。好，那虽然是我们是有连续有一段时间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当然大家可以过得轻松一点。好，那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在中国有那个相对地方在比较放松的时候又回来是一个高度警戒的情况。那韩国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需要提高警觉那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是必要的。那有生病的时候那尽量在家里休息不要到人密集的地方去。那几个方向大概就是说在餐饮在餐饮上面目前我们在研议以前大概是100人以下，那像我们是规划可以到250人到250人，那基本上会说一桌里面为了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大概维持8个人。好，那距离大概是1.5公尺桌与桌走道的相关的距离维持在1.5公尺。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示范，大概250人，如果是8个人一桌，大概就是可以到30桌，到30桌左右。好，那这样子中型规模的婚宴大概都可以来举办。好，不过我们也是准备要再继续再往下开，因为我们大型的那种婚宴场所啦、集会场所还是很多。那不过我们先开放到这250人，好，然后看看整个执行的情况，好，那有什么需要再重新注意的，好。不过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大型，我们都是还是要刚才讲8人一桌，距离1.5公尺。那另外也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实名制。好，那这样整体来讲，在个人的保护，或者万一有疫情的时候需要做疫调的时候，才能够把效率做出来。好，那以上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哈。那大家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题想要请教。第一题，国光生技预计最快明年秋冬才能量产疫苗，但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认为太晚，呼吁台湾应尽快加入国际队。那分享他国病毒株与抗体数据，跟国际一起合作开发。指挥中心对此有何看法？以及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对于防疫新生活，指挥中心接下来对食衣住行，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那第二个是经阳明海运船有船员发高烧，船上却缺口罩。虽然目前已知从英国补给400片口罩上船，但指挥中心要如何紧急的救援？那台湾还有多少远洋渔船在外？指挥中心是否掌握他们的状况？谢谢。好，那讲多疫苗要快，我想没有人不想要快了哈。那相关的国际的合作，那在前段时间我们积极的跟国际上各国友好的国家做联系，那做一些科技上的一些会谈聚谈，都是为了能够尽快能够分享相关的一些成果或贡献我们自己在上面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那希望在国际的合作的情况下，能够让疫苗药物也好都能够尽速。那这都是已经积极在进行中。那在食衣住行方面，刚才讲在食上面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决定。那在
在文化部的方面那他们基本上是有规划，就是说国家相关的展演场那准备能够一次能够进去的人数比较多，那符合这样的一个展演者的必要。那不过这个细节我们还在继续谈中，不过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计划在。那还有交通部他们的那个防疫旅游也在规划中。指挥官中士提问了，是想跟您请教3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卫福部目前拍了3支防疫影片，都是宣导说次氯酸水不能用于人体，但是因为呢，就是在宣传的时候，想请教一下指挥官，跟酒精75%的浓度来相比次氯酸水跟酒精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刺激皮肤？另外就是对于次氯酸水在这一次的防疫当中，不知道是不是有帮助？然后另外就是在疫情方面呢，因为目前疫情有趋缓，想请问指挥官，未来交通运输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放松这个口罩？然后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刚指挥官有提到说有增加1死，但是因为他好像是跟201是夫妻，那不知道说目前的这就是目前他的太太就是1死的部分跟他的这个另外 partner 的那个就是后续的目前的情况，并且就是后续的这个治疗的情况。谢谢。好，基本上在那个就是在次氯酸水，在我们这食药所认定它是一个环境的清洁用品，所以用在希望是能够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清洁的上面。好，那至于其他如果没有宣称到一个医疗的疗效的话，那基本上是一个广告或是另外一个情况。那不过在这整个的审定的过程里面，是认为在宣传上面有影射到这个医疗的效果，是这样子。那至于刚才就是说死亡的情况好，我们今天当然很遗憾的又增加1例死亡个案，然后呢这个死亡个案是在我们最后2例还有使用叶克膜的这2例当中的1例2例在不同的医院分别都有很好的团队在照护当中。那其中1例上礼拜6跟大家报告的时候就顺利的脱除了叶克膜嘛，那他们2例都用叶克膜时间都非常长久，然后这一例在应该是3月下旬的时候，3月19号就开始有症状出现，21号就到医院里面去就诊，那很快也就确诊了。然后那可是他的状况基本上是没有几天，很快就肺炎、呼吸衰竭进到加护病房。那接着也很快就必须要使用到叶克膜，所以他用叶克膜应该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叶克膜，一直到死亡前，然后这叶克膜使用的时间的长，就容易出现比较多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状况。那这个并发症的状况里面，他这个个案确实也都有遇上了。那其中最后出现的状况，当然就是有一个败血性休克的状况出现。那接着就是多重器官的衰竭。那这样子一个状况，当然在目前医疗上通常都还是非常高的死亡率，所以在团队很努力的照护之下，最后还是不幸的过世，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也很遗憾。那不过我想团队也很努力照顾了，那在穿着很多重防护装备的状况下去照顾，都是非常辛苦的。他太太是蛮早就顺利的出院，所以基本上也可以知道说，其实他们应该是同时得到感染，同时发病，然后都是从美国回来的，那应该是同一个病毒。那可是太太是4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同意解除隔离，那4月11号就出院了。那刚刚信传媒问到的这个有关于远洋渔船的部分跟阳明海运那远洋渔船在5月下旬到6月份会有这个2波大型比较多船会返国的部分，因为那个是游渔船跟这个相关有两大的类型会比较多，会一起返国。那时间大概会在5月下旬一直到6月份。大概都会陆续，那估算下来的船员数大概
2000到3000位。那我们目前已经跟船公司这些船商，那也都已经完成请渔业署都已经去做过一些相关的规划，那会落实1人1室的这种这个居家检疫的这种标准哈。那船上他们会有一部分的人先留在船上，那也是采行1人1室。那其他到上陆地的部分，就是他们会去协助安排防疫旅馆，然后进驻防疫旅馆。那另外，阳明海运跟我国的国际的国籍的这个商船的部分，我们2家航运公司，因为它有部分的船是登陆在我国的国籍，有一部分是登陆在其他国籍。那这些船舶的部分，主要其实在靠其他的这个港埠的时候，那因为船员下船这一块，那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在外港其他的港口的部分应该做自我的这种健康的管理啦。不过很多船其实这些船未必会回到，因为它的航线货运的航线的关系，未必是有回到这个国内来。那这一部分我们会跟阳明海运做完整的了解，那也会去做适当的协助跟处理。指挥官，不好意思，刚刚交通的这个口罩令有没有要解除？好像还没有回答。交通运输的口罩令目前有考虑说放松吗？因为天气比较热。没有，我们大概目前来讲，大概生活的范围这些的规定会放松，但是个人的防护这一块不会放松。指挥官，刚刚就是有媒体问说那个次氯酸水对防疫有没有效果，这边好像还没有回答到。那就是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是说，它跟75%酒精相比说，如果都碰在手上的话，哪一种比较刺激皮肤？这对一个我刚才讲过，它是一个环境我们判定它是一个环境的清洁用品。指挥官郝明士，请问想请教，刚刚有宣布说中型婚宴刚刚的人数指引，那如果是大甲镇澜宫要做妈祖绕境的话，人数比较多在户外的话，指挥官这边怎么看？那第二个问题是下周一是 WHA 的视讯会议，那台湾加入的几率不晓得指挥官怎么看？以上谢谢。大概我们现在就是说在就是职棒那部分上次我们看基本上它的一个场地那这个入场的一个秩序都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放宽到2000人。那至于在绕境这一部分，那还是要继续维持我们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安全距离，戴口罩。那目前来讲，我们还不赞成说这么快举行这么大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部长，不好意思，刚刚那个 WHA 视讯会议的部分，我上次有讲过，现在很多的理念相近的国家跟我们的盟邦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在争取。那盟邦也会在他那个会里面也会来提案。那至于到这个时间来讲，我们是会得到邀请，我们当然不放弃机会，不过机会恐怕不大。指挥官凤凰卫视提问，想要请教关于新北的纾困，侯友宜在回应，他表示说自己绝对不是意气用事。那在纾困方面有跟中央这边做沟通了吗？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台北市的酒店跟舞厅何时开放这件事情，在昨天部长也回应过了，但是黄珊珊今天在记者会上又表示，认为中央的决定让人困惑，开放标准让人困惑。请问中央会做统一的这个规范吗？统一的规范都已经做了哈。那同样，这是在执行面问题。如果黄副市长他觉得困惑，他随时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帮他解惑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就是跟侯市长，那昨天晚上我也跟他通过电话，那双方也达成共识也清楚就是说原来这样的一个行政的流程跟原来怎么样做。那我想新北市也是一个我们的直辖市，那当然他们愿意把这样的责任担下来，我们也很感谢。部长好，追问一下刚刚那个 WHA 的问题因为他
这件事情之所以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它刚好的时间点是在520之前，然后同时又有很多国家在秘书处提案，所以其实在疫情的环境底下，对于国际、对台湾、对内对外其实都很重要。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剩下7天嘛，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宣传的战略是什么？我们要如何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的战略是什么？那像去年那一次，您在日内瓦有跟很多国家在场外办会谈嘛？那这一次会不会以台湾的名义，同样来办线上会议，同样的方式，只是用线上的方式来举行，是类似像这样战术性的工作，来符合我们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谢谢。但持续透过外管跟外交部持续跟各国相联系，所以这2天大概我们的相关的理念相近的国家也会都进驻到进到这 WHA 里面跟他们做面对面的一个沟通，表达大家的希望。那我们当然这边也会举办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视讯的会议那增强我们自己在跟友邦或理念相近国家的一个连接，那也增加我们的曝光率。那也希望在这个大会的时候，他们的提案可以得到更多的重视。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就是观光局有在研拟提出这个防疫旅游，那因为交通部长林佳龙昨天有说，如果连续1个月没有本土的感染案例的话，就会启动。那因为今天是连续第29天没有本土病例，那所以想请教指挥官，在520之前，我们指挥中心会同意启动防疫旅游吗？那第二就是除了旅游之外，在餐饮的部分，刚刚部长有提到开放这个就是250人中型规模这个算是餐饮的这个部分。那因为现在处于是消费者没有信心，所以指挥中心之前也说过要找经济部一起推动安心餐厅、安心夜市的认证，而且2个部会已经有开过会了。那考量7月的暑假旺季就要到了，那请问这个店家的认证什么时候会启动？那第3个就是延续刚刚这个消毒的话题，那因为最近次氯酸水的讨论度很夯，那各个通路里都也看得到。那食药署3月的时候曾经有发出公告说，次氯酸水其实可以用于环境消毒、食品器具等等方面的消毒。所以其实在目前疫情之下，我们是认为说次氯酸水和酒精、漂白水、肥皂等等都是有效的防疫工具，民众可以安心使用，对吗？谢谢。对，就是只用在环境上面，这都没有问题啊。而且都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在。那至于防疫的旅游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只要是那个交通部这边规划好，那我认为随时都可以启动。好，那一般我们还是希望开始的时候规模不要太大了比较容易管控。那至于在我们的餐饮业，不会等到7月，我们现在就是说250人以下的就可以来做。那做的时候，我们会决定就是说看前面几个这样示范的情况，那来决定我们要发放这样的一个安心餐饮的一个标章的一个实地的一个完整的作业规范是什么。好，那会陆陆续续的来做。不过已经就现在讲了，就250人以下，只要维持它走到1.5公尺。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每一桌8个人，他就可以来办。所以这个认证不会拖到7月，大概5月、6月就是推出。我们现在大概等于是现在有一点开始先试办，那试办就会及时来推出，不会拖到那么久，除非在疫情有很大的变化了你好，大一电视想要请教有关于今天的死亡个案，他并非是老年人，也没有慢性病，所以想要请教张教授，这名患者病况急转直下的原因。那第2个问题是要请教稍早宣布的这个餐厅实名制是强制吗？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餐厅必须要实名制登记？谢谢。好，对，这个病患确实他也不是老年人，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潜伏疾病、慢性病史。那不过前段确实他的病况变坏的非常快，然后变得很快当中，那这个我们的了解当然就是说，可能还是这个一个疾病的特性那可能包括细胞激素的风暴也是可能背后的原因之一那造成它的肺炎变得非常厉害，那连
使用呼吸器都没办法维持，就必须要使用到叶克膜。那这样的一个风暴，我们平常当然是希望在我们的医疗照护之下，它可以度过这样子最艰难的时刻，那然后慢慢的恢复。可是这一个个案就是确实是很遗憾的，它就没有顺利的度过，所以叶克膜就一直用了很长的时间。那在用了很长时间的后续，当然是因为并发症所造成的一些后果了哈。中间有一段时间看起来他的呼吸或者说血氧的状况其实是有在改善当中哈。那可是因为其他的并发症而造成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败血性休克以后，也是通常在我们医疗上碰到这样败血性休克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那至于相关的这些实名制的一个推动，因为也牵涉到一些个人的一个资料，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然后所以我们在跟治安的单位，在说相关的研议。然后第二也有它的一个相关的可行性，是不是填写的资料太多？那怎么样是最适合的一个资料的填写，而不又妨害到个人的隐私？这都需要有一点研议。那所以我们的方向就是说，我现在先开250人，然后现在开始来办，那看看进行的程序上面有什么样困难，然后根据这样的情况，再帮大家来把困难都能够解决了以后，那用所谓的一个奖励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个热火防疫餐厅的这样的一个标章。那鼓励有做到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标示，那人民可以让民众在用餐的时候可以了解那时候的情况，大概是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动。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还是一样酒店的问题，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有提到说，如果酒店要开放的话，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没有社区感染，那目前我们是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还提到说，入境时的人员如果都直送检疫所14天的话，就可以开放酒店，想请问他这样子的条件是否合理？第二个想请教一下纾困方案，因为之前苏揆有表示说地方免责中央审核，不过呢，今天这个卫福部次长何启跟我解释说是地方先审，他有提到说当时苏揆没有说清楚，想请问当时的沟通是不是有一些落差？谢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是说昨天也讲过，就政府已经在都很久，有一定的行政的流程在。那行政院很清楚的跟大家来表达，就是说因为这个在审查上事实上有一些模糊的空间，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来帮助弱势的人，所以地方在审查上面，地方是不用担负这样的一个准驳之责，那但是在行政上面，那本来地方就应该他地方该做的事情，那这是本来就很清楚的，那政府中央政府就会负责到最后，地方的审驳万一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责任是中央来扛，不要让地方的基层公务人员来扛这样的一个准驳之责。解释一下，像我这样讲，你就会觉得说，那地方是不是就看着就给他过了？没有，行政就是本来就有一个行政的流程跟基本的行政规范下，所以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规范里。我们说今天谁负责怎么样讲，那也都是在法律的规范之下，不会说因为讲的话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它还是原来的一个行政的流程跟行政相关的规范，那都在的。部长，不好意思，刚刚有提到那个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提到说入境者检疫14天这个部分。入境者现在都已经是居家检疫14天了那就是说不适合在家里居家检疫的，也可以到检疫的旅馆去住。所以在这里面在入境边境上面，到目前来讲，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向。那柯市长可能认为就是说全部都要到集中检疫来做一个集中的管理。那到目前来讲，我倒没有认为说这个境外进来的有这样的一个强制的一个必要性。那至于我们还是我们对有一些大概状况不清楚的或是特别是有邮轮的这样包机的这些个案，我们还是要求要集中检疫。指挥官好，不好意思，我想要再
请教一下，就是之前我们拍3支防疫广告提到说次氯酸水不能喷手，因为会刺激皮肤。可是您曾经在4月5号的记者会的时候提到说，术前也会有传染就是病毒的风险。那有建议说摸完钱之后可以用酒精或是干洗手来消毒。可是现在又说次氯酸水它只能使用于环境。那想要确认一下，到底是能不能用酒精或是干洗手来做消毒的功能？那这2样呢，它对于防疫哪一个比较有效果？那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说，中韩在5月1号的时候已经有开通所谓的快速通道。那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有透露说，广东、香港跟澳门，那他们有预计讨论本月内来放宽入境检疫的规定。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我们会来做对入港澳检疫的一些放宽相关的一些检疫措施？谢谢。赴港澳还是港澳回来？入港，大陆香港。他进到台湾来，中港澳哈。一般来讲，这样进来这样的一个边境的检疫哈，大概会比较慢，这个还是有它的一定的风险在，所以必须要非常的小心。然后第二个大概就是这些都是相关的一个环境的消毒嘛那你钱要消毒，你用次氯酸水、用酒精，我都没有反对。然后用酒精的时候小心火焰。那这2个东西我都认为不适合拿来喝了哈。您好，指挥官好，联合报提问。首先想要请教，就是今天早上张尚存教授接受电台专访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是防疫是持久战，因为我们社会上对于这个疫情有零容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下令放松规范的压力是很沉重的。那预计我们是不是要继续防守到有疫苗问世为止，都要一直维持戴口罩、社交距离、勤洗手这些规范？是不是就是时间点可能就是疫苗出现的时候？第二点是，今天立委在质询的时候，卫福部的次长有提到，有国际间有听闻，就是有其他国家人想要来台湾就医。那因为防疫的需求关系，那我们过去因为医疗品质优良，有的这些国际医疗的部分，可能现在都暂停了。那如果说现在有听闻有人想要来台湾就医，我们有没有考虑要在怎样的防疫的前提下来恢复国际医疗？谢谢。好，这次的疫情的战争基本上从一开始我们就有预估是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然后那特别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疾病的表现跟一些它的特性以后，就知道跟 SARS 是不太一样的状况嘛。然后 SARS 我们比较容易去把它很快的围堵起来。所谓的 H1N1 新型流感，那个它基本上也是一种流感嘛，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会比较大的一波，那当然有可能第2波，然后之后就会变成类似季节流感，就大家会比较顺利的有疫苗有药物，那都会比较像是季节流感的防治的模式。这一次新冠肺炎它是一个冠状病毒，那跟我们 SARS、MERS 有点类似 ，MERS 比较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也不是那么对付 MERS 也不是那么辛苦，然后那 SARS 当然会造成我们很严重的一个疾病。那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它的特性就是大部分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几乎都会发烧，那发烧以后才会传染。所以我们在那场的疫战，大概几个月，大概也可以就顺利的把它控制住了。那这一次就是因为它有轻症，它有无症状的一些状况，那全世界大家都没有抵抗力，那所以会持续的在人群当中不断的流传。那这个流传里面又不是完全只是轻症，又会变得有重症，会有死亡。所以我们当然大家都还很需要去防范它。所以这次很开始就预期我们的这场疫情战争会打的是比较长久的。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况，你也知道是相当的严重了。那即使他们的更
更严格的这样所谓的封城或是居家的，大家都居在家里的状况，可是疫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控制下来，所以会持续。那又从不同国家、不同州那这分别轮流疫情变得严重，所以美洲、欧洲也还没有完全控制下来，可是中南美洲又变得很厉害。南亚也变得很厉害，所以这样的时间确实会拖得很长久。那这样的长久的状况，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我们会需要很长久的一个防疫的作战，这是有点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第二个就是确实我们要让大家在没有得到感染而又有抵抗力的状况下，一定就是要靠疫苗嘛。所以这个疫苗当时我们非常期待，是让我们不发生很多人感染，然后又大家变成有抵抗力，不怕它这个病毒持续在人群当中流传的状况。所以整体来讲，大概就是现在了解我们目前面对的状况，大概就是这种样子。然后，另外在相关的就医、国际这医疗上面，其实我们还是会从那个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安全的原则，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些病人以前就在我们这边有过医疗的记录的，那相关这些我们还是有在医疗的一个道义的责任在，那这样我们当然会来思考相关怎么样能够安全又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医疗需求。然后第二个，其实要关也很难要开也很难开关都难那以前要关的时候，大家就说开很简单，开就是说开很简单等到现在要开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开很难，所以这地方其实我们都其实坐在这里都非常的痛苦了。我说今天早上我也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从国外回来要居家检疫，然后回去看他父亲的最后一面，那也是在过程中也是相当的复杂。可那时候我们已经开放到一段的时间，经过检验之后，那然后就可以可以让他这样做。那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开这个，那当然那个阴影就永远他可能就见不到他父亲的最后一面。那我们当然在所有在关的时候，都是会有这种在人道上面的一个痛苦的一个选择，可以要跟着公共利益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衡量，其实那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那只能就是说不断的这样做一个判断。那所以当然也很痛苦我们进了在武汉他们封了城，我们不让他回来，我们也很痛苦那每一项这个传的这些我们都面临到很多的奇怪的一个情况。那讲起来，在未来那这样情况仍然不变，仍然有开关等等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国外的疫情仍然还在不稳定的情况。所以我们未来这整个的管理当然是一个动态的动态的管理。那动态的管理，那当然就是表示就是说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把完完全全的配套都做完全了那然后才来开始做，一定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变化，那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那做一个快速的判断。我到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我们从来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就对欧洲，我们3月14号就宣布3月17号起临时起实施。那但是3月14号在这边开记者会的时候，还没有上飞机的就算，那有上飞机的这不算。那看起来那政策真的是很粗就粗糙的吧。那么快讲了就要弄，那带来大家很大不方便。我也知道带来大家很大不方便了。可是那时候明明感觉到说这欧洲那一波的疫情来得那么快，我们没有及时行动，我们可能就会后悔。那确实后来确实是那一波非常急，我们甚至要把前面都招回来。可是大家没有想想看，就是说如果那一波就突然就平顺了。那时候我们这样做，那大家不是把我们都骂死了？
好，你没有做好判断，为什么它虽然稍微几个例，你就突然要把它弄得这么严，然后把我们的经济都弄坏了，让我们的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回来了。对，所以这里面都是会一个动态的管理。那我们尽力，把这个情报收集完全，那专家的这意见，我们互相来讨论，社会的需要我们来讨论，那只能在动态里面选择一个。相对我们认为是一个对的方向，那来做。那也谢谢国人的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方式也带来，台湾到今天有29例的没有本土的案例了不过这并不代表过去的成绩没有办法代表以后一定会这样子，那还要持续大家一起努力。你好，台湾情报提问请问指挥官，有民众询问疫情趋缓，当公寓大楼的区全会是不是可以解禁了？然后住户可以用实体的方式开会。那另外是不是可以代为请教教育部国际司，考上公费的留学生因为疫情国外学校暂停台湾学生入学审核，那公费出国限期是不是能考虑延长1年或2年计算？谢谢。好，这我们会把你这个意见转达给教育部。那教育部可能这2天还有一些相关不管是国外学生的问题、进跟出的问题，他们都会提出个方案来我们这边做讨论。那个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先请问一下部长，就是说早上台大公卫那边有提出一个一个蛮重要的点，他是说现在比较偏乡的医院，因为门诊量的下降，那他们收入的维持经费有减少。那有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武汉肺炎停诊业补偿专区是有补偿啦，相关补偿，可是必须它是有停诊业的状况下，那如果没有停诊业，它还持续维持的话，毕竟它还是有它的人事费用，还有一些相关的开销。那健保这边确实它也有说它提高它的支付点数。那可是你门诊量的下降，处置费的量也都下降，你提高它的点数也很难维持它的营运费用。那偏乡医疗本来就收入就比较少了，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在这一段时间病人比较少，然后他健保申请请领比较少的状态下，能够给他们一些偏乡医院的一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第一个想请问这个，第二个想请问是说，想请问张教授，这位这次的死亡很不幸的案例就是他装了叶克膜大概有1个月嘛，那周6的时候您大概都说一般的病人大概我记得好像1周内大概就可以解除叶克膜，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一次病例里面用叶克膜最长的一个病例？那他为什么会装这么久？那刚刚有提到说叶克膜它有一些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大概是什么？那它是不是因为装太久的叶克膜导致它的副作用，导致它的身体全身全身器官衰竭而导致死亡？是不是跟这个叶克膜也有一些相关？这样子，然后请教2位，谢谢。有关于医院在经营方面，那健保做了几个相关的一个配套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不是用它一个提高点数给它，我们是将它的一个现金流去满足。所以我们至少大概是有95%，照去年应该是去年给的钱呐。那换句话，去年这样的钱可以来因应它相关的一个维持的费用，那我们至少说给到95%的现金，那自然就可以维持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就采取一个全年的点值的结算。那在这段时间一定是有高有低，有的影响比较多，有的影响比较少。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如果是need是一个恒定值，就需要医疗的需要是一个值。那你现在如果变少了，那等到疫情比较缓和了，那你的need就会再回来，换句话，你会再来使用我们的医疗的资源。所以在时间这样低，那将来会高。然后将来就会平衡掉。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基本上need并不是那么高，但是 demand 很高，就是我们在需求的上面虽然不是完完全全需要有这样真正的医疗，可是有一些相对的它有其他的需要，可能这样的 demand 会随着时间的过去就过去了。
它跟逆的不太一样。逆的就是说你有那样的需求，你仍然都会在，只是你早看晚看的问题。但如果说不是逆的是 demand 的比较多的话，那 demand 会随着你的时间的过去就过去。所以在整个我们用全年点值的结算，那会解决就是逆的问题。就你现在低，未来高，你现在高，未来持平。那所以这样它也是一个公平的。然后第三个万一就会你纯粹都是一个 demand， 但事实上也有民众的基本的需求，你也是在社会需要的。但是呢，它并不是在医疗上面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是认为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把它维持住。所以我们就抓一个词，就是说，如果下来之后，你全年的费用不达到去年的80%的时候，你的收入不达到80%的时候，那我们用这个特别条例的费用来补到它8%。所以这样子既兼顾公平性，那也兼顾医疗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的需要。大概就这样子。有关于使用叶克膜的状态。那这个我应该没有说都是1周内，然后应该是每一个病人的状况而决定他是不是可以顺利的使用上叶克膜而脱离叶克膜。那如果通常就是使用呼吸器以后还没办法维持它足够的氧气交换，让血氧够理想的时候，就会使用到叶克膜。因为叶克膜就是把它血流出来，在体外做一个循环，体外把它给它足够的氧气再回到它身体的循环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是真的是要看病人每一个人的状况。如果我们短时间他肺部就恢复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叶克膜就可以早点移除。那可是如果肺部一直没有办法恢复的话，那我们叶克膜使用时间就会很长。我刚才说过，我们最后这2个个案使用叶克膜都超过1个月的时间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因为它是把血液持续输送到外部，做一个类似体外循环一样的模式。那这当然对第一个对血液里面的一些成分本来也会有一些破坏，也会消耗，那会有红血球破坏、有血小板破坏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甚至也有可能会造成因此而体内的出血倾向会容易出血的状况。那第二个就是有这些血液移到外面去，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导管放在我们血管里面，那这些也都容易造成所谓的发生自发性的一些感染的状况了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并发症我们通常称并发症，不称作副作用，药物称作副作用。那使用某些治疗产生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称作一个并发症就是会有这些并发症的出现那这个个案当然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因为用了很长久的时间，那确实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些并发症的问题今天早上在立法院的时候，就是有针对纾困的部分，就是卫福部这边有表示说，6月底的时候会完成急难纾困方案收件，然后并且进行勾稽。那如果民众重复领取的话，会追回。那想要请问一下，这部分是会由哪个单位追回？是由地方去做追回的动作吗？还是说是由中央这边来做呢？那会怎么追？谢谢。所谓重复的领取的部分那相关的流程，因为钱是从地方这边发出去的，不过回来再研究一下。那基本上大概就是去勾稽有没有重复，那这机会大概不大，因为我们在第一关里面就会有做相关的审查。我们现在第一关的审查当然就是先查看他是不是有劳健保相关这些保险，若有，那我们就把它排除掉。那第二个，他有领过其他的一个纾困的，那我们也把它排除掉。那第三个，就直接送上来的存款金额，如果是太过于高的，那么也就排除；或者他直接写他薪水就很高的，那我们也排除。那基本上这些都排除了。那他自己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收入，那没有证明那只要写了有切结，那我们就认可。大概是这样。不好意思，工商时报再次提问，想追问一下，就是刚刚部长有说，就是如果交通部对于这个防疫旅游如果做好准备的话，是随时可以启动，但是建议一开始这个规模不要太大。那
不好意思，那部长会觉得说大概是多少人是这个规模是不要太大？那如果对于这个防疫旅游，那指挥中心还有什么建议？那第二题就是因为呼应刚刚有问到陆港澳的部分，除了人流之外，其实两岸其实还有个就是货运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可以允许载货的是有10多个货运航点，但因为现在货运就是非常的满，就是就是非常的满，运量很需要大家都需要运很多货。那其中两岸需求量最大的航点像是广州、深圳跟杭州等等。那现在业者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先开放部分大陆的客运航点不载客，而让客机载货先飞？那以解决这种就是目前这个产业很大的这个需求。那不晓得我们怎么看？谢谢。目前我们还是维持现有的5个航点的哈。那现在这5个航点，其实我们航空公司还是以货运为主，客运为辅，所以主要还是在协助两岸之间这个空运的部分哈。那至于在那个旅游的部分，其实交通部我听他在讲的话，他们规划还算是就是一步一步的哈，所以一开始就比较保守一点。指挥官好，3个问题提问，想跟指挥官请教说，昨天您有说就是中央没有交办要查处水神，不过今天台北市府他有提出公文说2月13号中央这边确实有发文交办，想跟您请教说，如果是中央没有交办的话，那这个公文的来源是哪边？然后还有请问说，2月13号中央交查处水神的时候，因为刚好是防疫物资酒精跟口罩最缺乏的时候，那么当时要求查办，然后全数捐助防疫的水神，想跟您请教说，当时您不关钱柜但坚持要罚水神的决策的考量是什么？是有受到其他的压力吗？最后想跟您请教，因为次氯酸水是环境清洁用品，但是卫福部这边在106年的时候有核可2级证，说次氯酸水可以用在伤口的杀菌跟消毒。那想跟指挥官请教说，这个跟官方宣导影片有出入的原因是什么？谢谢。有一些细节问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大概有一些认定的问题了哈。那所谓的交办，就是特别的一个案子，交给他去办。其实所有的案件，我们对这些相关可能违规的广告，我们是有一个监视的平台。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监视的平台。那然后有各类型的案件，那依据案件的一个管辖的县市府，就会分给每一个县市的单位，去做相关的查处。那就是要把这案件查清楚，那去根据相关的法律去办。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交查的案件来讲，一年大概都有1000多，107年有1119件，108年有1970件，109年1到4月有498件。所以这是一种例行处理的公文的程序，我们会根据有人来检举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网络上一个监看的平台，有抽查的平台，那抽查起来，我们觉得有相关的问题，可能跟我们相关的法规有不符合的地方，那我们就会交给地方去查处。那台北市政府就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公文来，让他自己本身大概也收了几个有来这样子的一个检举的案件，所以他们就根据这样办。那在他们认定里面有违背，大概是药事法第69条，那就根据91条去做相关的一个处分。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说如果要变成是药品，那就要来申请我们的查验的登记。那如果不是药品的话，就不能宣称疗效，那也不能影射。第69条就是不是药品。就不能宣称医疗效果。那第70条就会说，如果也不能去影射它是一个药品而做相关的一个宣传。所以是根据这样子的去做处分的。那个自由时报提问，想请问，因为现在有很多国家都想跟台湾下口罩的订单，那想问说，现在国内疫情比较趋缓的状况下，口罩的外销有没有规划要在7月解禁，或者是说 N95 的口罩会不会率先开放出口？谢谢。
大致上在口罩要不要解除出国的禁令，那是行政院下的命令，所以最后要做相关的一个解释或是解除，那可能就由行政院这边来做最后的定案。当然随着我们自己的生产的能力足，那整个在思考这方向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在相关的医疗的防疫的物资在日常的使用没有匮乏，然后在战备的存量也足够，那在前提之下也兼顾我们相关的厂商跟国外的一些既有的契约，或者可以发展未来的一些契约的关系，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可以在国内就能够越做越好，能够长长久久的都存在，不会因其过了之后反而国内的需求没那么高，让它外面的生意的管道也没有建立起来。然后另外在国外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存在，有一些外交的关系，那我们的我们的侨民在国外的需要，那另外我们这边其实我们也压力也很大，因为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在国外的疫情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国内那时候在口罩非常缺乏的时候，其实国外那时候也有捐我们一些口罩在相关的单位，那这些单位现在还是跟我反映，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少的时候人家要捐给我们，他现在想要捐回去，变成有很多的困难，所以相对这些我们都会放松一点，不过最后的决策是由行政院，但是我们会提供相关的建议。长官好，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那个台大公卫早上另外有提到说，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可以用这种检测抗体的方式，如果多数人是阴性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开放这个社交距离？就是因为这个接触感染可能就比较不有疑虑了嘛。然后另外呢，还是想问一下说，今天这个死亡个案，它算是国内最年轻的死亡个案嘛？因为之前好像有一个案108也是40多岁这样子，然后想确定一下它是不是最年轻的死亡个案？谢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要仰赖社区距离，还是要仰赖检测是阴性？那第一个我们在讲过，就是说相关的这些的检查的方式里面，其实它相关的一个伪阳伪阴的比例都高。那如果有很精确的相对精确可接受的，那这是第一个要件。可第二个就是你今天检测了阴性以后，你不代表就是说你没有维持好你个人健康的维护，你不会得到这个病。所以在这两个的一个条件之下，我还是认为就是说维持我们目前的一个精准防疫，那加上我们个人健康或健康行为的养成，可能是在目前来讲最适合我们的防疫的方式。指挥官好，放言提问。最近关心台湾两岸问题人士有盛传说，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台湾问题专家曾经入境台湾，与陆委会高层会面，但是呢没有居家检疫就返回厦门。请问这个是特殊个案吗？指挥中心有掌握到这部分吗？谢谢。应该是没有这个案，但是因为你讲的情况很特殊，我就没有把握说我到底有没有掌握到了哈。因为很特殊，可能就很秘密嘛，所以目前我没有掌握到这样的讯息。那刚刚那个案子，先前有一位44岁的，所以这不是最年轻的。先前有一个44岁的。指挥官好，不好意思，再追问一下，就是9000多件纾困申请，新北说要收回，但是卫福部好像今天又说。这样可能来来回回就是又更浪费更多时间。想冒昧请教一下，这9000多件的纾困申请的部分，目前到底是要怎么做？那第二个想跟您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其实有区公所的人员是反映说，就是5月6号纾困申请上路之后，在第一版的申请表格上头，家人那一栏没有填写这个身份证字号的栏位，造成他们可能在处理上会有一点困难。那后来在5月7号才改版，那其实基层他们会有一点声音认为说，这纾困的部分好像上路有点仓促，造成他们有点负担。那这部分卫福部的回应又是如何？谢谢。好，那上路确实是有一点仓促嘛，
所以那个有些单位就抱怨说他没有收到公文，有，然后那是半夜收到公文。好，那事实上就是因为需要这样的一个及时雨的人很多嘛哈，所以大家都急着要让他们能够好拿到这样的钱。好，可是事实上也忽略掉了这些人好相对的资料好不容易收集的很完全。好，所以这东西我在第一天第一个时间我就有代表政府好跟我们基层好在收件的在处理相关的人员表达我的谢意跟歉意。好，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哈，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情况。目标只有一个，好，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及时得到帮助。那至于在案件，我们大概收到9300好出头件，好，那我们大概也 key in 相关的资料，也有大概9000多了哈，收了9300多件，那也建入了资料，把资料整理好的大概有6000多件。好，那我想市长讲的是说，这种来来回回是很花时间的哈，其实是没有必要哈。那但是我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说，我昨天跟侯市长好也通过电话，让双方都知道，好，他们既然要收回自审哈，那我们会一切跟他配合，那这样回归原来的一个行政的流程，这也是一件对的事情。指挥官好，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没有回答到，所以想再跟您请教一次。因为您刚有说到次氯酸水是环境的清洁用品，那卫福部106年核可的2级证是说次氯酸水可以用在伤口的杀菌，所以想跟指挥官请教说，因为指挥官这边一定是知道说它可以用在人体，那官方的宣导影片说不行，那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谢谢。会在非药品可以用在伤口，这我倒不是很了解。你说怎么样的核准？我们很少去核准非药品，好，我们只管药品，然后非药品的有这样子哈，宣称到跟药品一样的效果的时候，那我们是当做一个好在广告上有意义的一个案件做处理。所以就是说，我们核准它可以使用在伤口，我知道你讲的可能就是说，应该是这样讲，应该是说有一些药品有含有次氯酸，那这些药品被允许拿来用，好在伤口上，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可以再等一下跟CL确认。那这是两件事情啦。单一成分跟多重成分在使用的时候，并不代表你一个多重成分放在药品里面，这就可以拿一个单一的成分来用作药品来用。好，这是两件事情。就好像我们一个药，好是一个药品，那里面含的成分有很多，那不会说单一的成分可以拿出来，然后当作是有这样的一个复方成分里面的一个疗效，那当作它是被核准过的药品。好，这是两件事。不过我不知道你确实讲了什么情况，那可以跟我们食药署再来把这事情再对一对。好，那如果有证号当然是最好。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两个问题好了哈。指挥官好，想请教捷克媒体《每日新闻》今天有刊登部长您的投书，分享台湾对抗武汉肺炎的这个经验，那呼吁很多国家可以来支持台湾参与 WHO。那不晓得您怎么看？目前各个国家有发起这样的心声，那有哪些国家给予台湾非常大的支持？谢谢。就是说，在今年就跟以往的情况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好，那以往我们在推文哈，或在相关的外馆都要尽很大的力，好，才有可能会登上好相关的媒体来讲这话。那今年外馆这边好，外交部这边翻译，他们在推文的时候非常的顺利，好，甚至还有这样相关的媒体做主动的邀稿。好，所以我们到前几天大概就统计起来，我们的推文大概也出去了大概175篇，好，在世界各国的媒体都看得到，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好，但是毕竟大家知道，就是说，好，国际这也是很实在的嘛，好，你有一些成绩，那自然大家的宣导力量就变强。好的。
指挥官，不好意思，寰宇提问，因为之前有提到，就是最快1个月内就可以解除武汉台商的驻记。不过，因为武汉今天又出现了5个本土的案例，那就是未来这个驻记会取消会延后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刚刚有提到那个死亡的个案有出现免疫风暴，想请教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那跟年龄的差别有关系吗？以上2个问题，谢谢。那上次我们在开放局说自行回台嘛。所以驻记仍然是没有取消。那驻记因为有这样驻记，我们也要求在这个特殊的地点里面，他回来了还要做集中检疫，所以驻记暂时是不会取消。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细胞激素的免疫风暴，就是对这个个案来说，我们只是说用推测，然后呢，这个个案，第一个它并不在我自己服务的医院，所以细节的部分我没有知道的非常清楚。那这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从其他的个案的经验里面包括过去的个案，包括这次新典肺炎的个案那都有看到好多个个案去检测他血中的细胞激素都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就是典型的细胞激素风暴的状况。那这样的状况会出现，过往的经验当然是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出现不过今年的这个新典肺炎的新冠肺炎的个案我们发现是年纪稍长的也是可以出现的，不是只有年轻的会出现，就是不限于哪一个年龄层。好，非常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今天呢，指挥中心来公布讲，今天并无新增加确诊案例，故所要系加零，才可以摆来加零。不过呢，今天有一个新增加的死亡案例，死亡案例呢，基础成为嘅国内第7个死亡个案。还讲呢，死亡嘅男性佢系42岁，先前呢，头3月25日确诊，过后3月28，因为头绪唔正常，还讲呢，就转到家父病房去隔离。故所对僵尸医师基础用药贴膜来救，故所到亚下初本嘅7名死亡，故所呢其用嘅药贴膜叫为按救7名含系过世呢，也实在呢指挥中心甲下面表示讲请遗憾。指挥中心呢近比来公布讲，除了一个死亡个案以外，仍是有368个人解除隔离嘅。表示讲，虽然讲国内亚下嘅疫情有效控制下来嘅，不过含起来看因为亚下全世界疫情吹到动厉害，尤其是亚洲同中国大陆、韩国方面人士嘅疫情有效提高嘅。故所呢，也嘅指挥官陈时中佢表示讲，请大家防疫含系总的海态，要请小心。今边呢，就有来新增加讲，有嘅防疫嘅规范有冇并用，一嚟看到也系乜嘅好消息呢？因为亚邦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东人爱结婚办好事的时节，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冇办法来抢年客吃饭办大型嘅活动。不过现时因为国内台湾的疫情有下缓呢，故所下来土木内办亚嘅婚宴，爱抢年客来吃澎湃嘅客人数，还个距离有作为并用，一嚟看到。总型嘅婚宴呢，接下来会针对一个人数嘅部分老结并用。咁嗰人做总型嘅呢，出嚟看到因为呢总型呢就系讲差唔多系253人亚种人数就做得判。不过呢，头亚嘅抢年客嘅时间，本单呢一般从亚种是判好事情而是澎湃嘅时间呢，差唔多系一种做嘅，系错到13人。不过接下来呢，因为人数而老结做管控。13人，亚下呢指挥中心建议讲，83人初一种做嘅，安尼是做得咧。故种呢总共做嚟判30组，8韩国呢83人初共下做嚟判30种做嘅，也就系讲规场下来，差唔多呢唔会超过253人，也系一般讲嘅总型嘅婚宴。韩国呢也嘅距离，大家爱离下远啲位，比如讲呢做嘅韩国做嘅，大家应该爱离下远啲位，维持1.5公尺安尼。韩国也嘅主人家针对来吃饭、来吃澎湃嘅人客，爱留意掌握家庭嘅名嘅，也就系一般讲嘅4名字，也系针对也嘅办婚宴、结婚爱抢人客吃饭，指挥中心针对国内嘅疫情有下作为并用。
不过有人就问到有一个有没有一盘金项出现的事件，是唔係也係未因為疫情的關係，做得恢復來盤的呢？陳時中佢表示講因為像一種金項嘅人數，還係有可能會人當多，係個一下天時日發發嘅，佢唔合適來盤，故所殺下來還愛繼續研究。不過呢，從一個上禮拜5月初辦的時節，中華職棒就開放本所有的球迷做得人數嘅限制下，大家做得樂意。不過呢，殺下來初步為開放本1300人，殺下來呢就會並用差唔多來到嘅2300人客家，也係針對人數。頭前邊呢也嘅講嘅，就係做好事情，愛辦結婚婚宴的時節，人數要做得並用，職棒咪共用。不過呢，家下呢指揮官就有講到講，因為亞下國內嘅疫情有下分，不過國際特別係南韓亞下疫情有來提高嘅，出來透過亞嘅新聞報道，先來看到南韓鴉片數年已經亞點嘅，鴉片呢處於咧29歲嘅細佬爺，而去到亞點嘅時節，不過呢而確診咧，韓國亞確診嘅細佬爺而韓去嘅5件亞點。故所呢就有53人本日測到，另外還有接觸者就有7200人嘅。故所呢也係亞件亞點，按照梨泰院亞點，咪貼出嚟填一廣告，講殺下來唔會我嚟做生意嘅來看啊。亞點門口貼燈不准做生意嘅告示，南韓蘇尼梨泰院香港有亞點群組感染，有嘢經紀透露，因是29歲嘅細佬嘅確診之前去過5件亞點，韓國冇大造嘢咩，實質都超過53人確診。 이에 따라 이태원 클럽 관련된 확진자는 이전 확진자를 포함하여 총 누적하여 54명입니다. 이에 대한 추가적인 접촉자 조사와 감염원에 대한 역학 조사는 계속 진행 중에 있습니다. 亞嘅細佬也曾經一頭去過5間同志亞點同酒吧，除了確診過後爆發群組感染嘅危機，現正去過5間亞點同酒吧嘅人，按上有7230人多。蘇伊市長下令無限期關閉所有酒吧同亞點。 서울시는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즉시 클럽, 감성주점, 콜라텍, 룸살롱 등 모든 유흥시설에 대해서 집합 금지 명령을 발령합니다. 이 순간부터 해당 시설은 영업을 중지하여야 하고 위반하는 경우 엄중한 처벌을 받게 될 것입니다. 南韓消息公布，新增加34個確診個案，係新一次9多件，單日新增加數量1000多個人。南韓民眾因為防疫한정부터 병 강소. 조금 나아질만 하니까 사람 마음이라는 게 조금 풀어지고 하니까 좀 그런 부분이 있는데 저 이태원 이제 그 이후 사건 이후로는 좀 생각을 좀 하게 됐어요. 이제 좀 그거로 인해서 마음을 놓으면 안 되겠다. 네. 언제 어디서 어떻게 발생할지 모르는 부분이라서. 日本也係實施過日本緊急事態宣言，唔顧就 NHK 報道，東京初10新增加22例確診，結果連登8日，單日新增加冇到100例。故所日本當局考慮先解除部分縣市嘅緊急事態宣言。時傳因為無算頭天天緊急獨頭赴宴嘅34人，呢度所採結果連登2禮拜冇新增加確診病例，有可能第14個日解除緊急事態，韓國恢復經濟發通。時傳希望過日本嘅疫情做得第5月第1前過下解除。記者蔡美瑩、鍾建剛綜合報道。 加上29歲嘅細佬爺呢，佢卻因為佢唔單槍1件亞點天咯，佢還去5件，故所就同亞嘅新冠病毒成本呢，讓我54人，故所唔單槍1件亞點嘅，離太原亞點貼出嚟停業公告，講殺下來冇辦法繼續做生意嘅，另外呢，亞嘅南韓嘅蘇尼市長朴元順，佢咪來下令命令講，亞嘅所有嘅酒吧亞點都愛無限期關起來。 卻因為亞嘅南韓呢逼出嚟群體感染，本但還知道講南韓嘅疫情咪同台灣一樣嘅有合分嘅，不過亞建議咧就係對5月初，就看到亞嘅測到嘅人數亞嘅限制呢，亞嘅線呢就係天天呢有得會上上下下，比如講呢就亞嘅南韓半島新聞平台嚟作為整理，佢就講差唔多到5月初是幾日。 8日也就係上禮拜，本但係80人測到，殺下來呢就上上下下，一個確診人數有降大。唔過呢對上禮拜5起時，一個5月初8，亦係確診人數對12，殺下來反轉日18，來到為初半日也就5月初10禮拜日嘅時節，亦係增加到34人。
嘅當然，其中一類就係一個梨泰院夜店群起感染嘅事件。故作一下呢，南韓嘅疫情又下提升呢，家下呢陳時中呢表示講，大家還要去請強心。接下來海外鄉親講疫情嘅部分，因為大幫一個海外嘅鄉親，準備帶鄉親來認識一個乞討南韓數年嘅鄉親朋友，按照蔡元健，佢哋表示講，前一波嘅南韓呀記錄紅嘅氣氛實在當緊張。台灣的朋友大家好，我係喺韓國首爾讀書的信中英蔡雲娟。那韓國這邊目前的情況，從2月底的疫情高峰到現在，其實已經明顯的緩和許多了。從當初每天新增幾百人，到最近這幾天，其實新增人數都有控制在20人以內，所以明顯感受到疫情有受到控制。那在影響的部分的話，因為2月底3月初剛好是各大中小學還有大學的開學，也都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受到延後。那就算開學了，大部分學校都也是選擇以線上授課方式進行。那像首爾大學、梨花女子大學都已經宣布，這整個學期都將以線上授課的方式進行。那生活的方面的話，這邊目前都沒有遇到搶購物資的情況。所以在超市啊、大賣場，大部分的生活物資都還是穩定供給的。那交通的部分的話，其實在地鐵、公車上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有佩戴口罩。那在公共場所的部分的話，政府有盡量希望人民進行社會隔離。那目前是延長到5月5號，那後續會不會再繼續延長的話，可能就要看政府怎麼考量。那大家在公共場合，甚至在公園散步，也都還蠻遵守防疫規範，佩戴口罩的。所以整體而言，可以感受到韓國這次還蠻團結齊力，想要對抗這次的疫情。那外國人在這邊的話，其實也都可以透過他們口罩實名制的部分，透過自己的外國人證件去藥局購買。所以目前這邊大體上物資跟生活，比起前陣子已經沒有受到這麼大的影響。好，非常感謝蔡元健小姐哦，佢係去到一個數年一片來讀書，不過一部嘅同樣受到疫情嘅影響呢，一下教學嘅方式去改用網絡線上來教課嘅方式繼續來進行。韓國呢就係從一下全世界確診人數係突破為413萬3人按度，韓國南韓尤其另外從亞洲地區總嘅體量呢，也今年呢未係確診人數來增加嘅。故所本單知道講亞洲嘅疫情未像台灣樣嘅有合法呢，唔過家下陳時中指揮官佢未有提醒講實在總得有辦事海態，故所提醒大家還係要做好，要來做到一種防疫新生活嘅安度物嘅。今邊嘅客家新新聞就進行到一片呢，希望鄉親朋友共下來收看。你將鄉親當日早晨到9點半，等等新新聞來看國內嘅時態報紙。天公爺再飛。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